这个是黄秋葵啊，你看那个果实啊，短短的就要采收了。你看，像这样而已，就已经好像太老了。叶子小小的，你看，那个果实短的就已经很老了。你看，小颗就能够开花结果。你看，短的。你看这个果实短的就要采收了，不然就太老了。棱角很明显，这棱角很明显，这个叫黄秋葵。旁边那个叫白秋葵啊，你看这个白秋葵，人家这么长，还不是很老，还可以，大概也就15公分长，还很粗，像大拇指这么粗，还可以煮来做菜哦。哦，这个叫白秋葵。这个叫白秋葵，你看叶子有比较大，这个你看这个白秋葵可以比较长，15公分长，好像大拇指这么粗，可以当煮菜啊，还可以煮菜来吃。只要弯啊，尾端能够压弯哦，压得弯哦，就还算嫩，还可以煮菜来吃。那开出来的花是白色白里透黄。这个里面有白秋葵，有黄秋葵，另外还有紫色的秋葵。这个是洛神花啊，你看有看到花苞啊？洛神花，你看，哦，秋天开这个花，白里透粉红。哦，秋葵的花白里透粉红。然后那个秋葵的花啊，白里透黄。秋葵的花白里透黄啊，你看，秋葵的花白里透黄。小时候看过一种树开的花，也是像这样白黄。这洛神花，你看多美啊，白里透粉红，洛神花。你看这花苞变大了，看这现在还不是很闷热，水还不是很干，土壤的水很干的话，容易得到那个介壳虫，那个叫菇性啊，闽南里叫菇性。你看这个花哦，其实也可以，只要没有烂掉，其实还可以当菜呢。只要没有烂掉哦，你看这个花都可以当菜。你看连火龙果的花都有做菜的。这个是吃那个花苞的部分，红色的呢。